二根經點心，Hello，我係麥 Sir，今日又見面啦。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有趣嘅英文現象，就係一個從不孤單的阿 Q。英文裏邊咧有一個好獨特嘅現象，就係 Q 從來都唔會單獨出現嘅喎，佢咧必定會有 U 一齊。QU 嘅讀音咧有啲像夸咁嘅例子咧有 Queen、Quick、Quality、Question、Equal 等等。出現喺字尾嘅時候咧 ，Q 咧更加係三人行嘅，一定係 QUE 出現嘅。讀音咧有啲像 cake 音，例子有 antique、boutique、unique、technique。QU 中嘅 U 咧就唔係響音嚟㗎，拼音嘅時候咧要留意啊。有時咧我哋會見到呢啲字 QING 讀千，而 QIN 讀錢。呢啲咧其實就唔係英文嚟嘅，都係羅馬拼音。好啦，我今日嘅分享咧到呢度為止，下次見。